今日3月22號，大家好，我係大話計點嘅葉文航。港股繼續上升，恒指尋日收市升91點，報24,593點；國指升60點，報10,644點。大市總成交持續活躍，尋日總成交為951.8億港元，上升股份870隻，下跌股份747隻。港股升勢持續，喺星期一嘅時候已經上破去年9月9號嘅前浪頂24,364點之後，升勢略見放緩，但係總成交仍然暢旺。整體走勢上面繼續尋頂，下一關可以睇為25,000點。今日將會有多隻藍籌公佈業績，包括咗有騰訊、中國平安、瑞聲科技、中國海外發展、華潤置地、長和、長實地產。市場聚焦騰訊，預料第四季收入按年上升超過40%，經調整純利按年升超過30%，主要係受惠手機遊戲同埋網上廣告維持高增長。另外，騰訊嘅支付同埋雲端業務高速發展，亦都不容忽視。